较重要，随上是歌词啦吼。咱来读第2节，这条歌咱真熟，咱就2、3、4，咱来读歌词吼。第2节，救主听痛声音，我着铁条伫心，担我罪责，受定十戒，听我实在真亲。主，我来就你。 我敢就问你，用你所留的宝贝，洗我罪恶前去。第3节，救主叫我门前，我着听他命令，知我软弱，快快使用，互我为得成圣。第4节，救主叫我定性。 我着祈祷无停，着行仁爱守主的教，直到进入天庭。这是对咱的提醒。咱来看第2首，咱大家较无熟吼，561首。如果你若有兴趣看迄旋律，会较会晓唱。赐阮智慧甲慧力，无论逐日有啥造物，在阮克服惊吓忧愁，赐阮智慧。 甲慧力，第2节，赐我智慧甲慧力，时刻尽力拥护真理，关心人幼，照顾厝边，赐我智慧甲慧力，第3节，赐我智慧甲慧力，伫我所定时代情景，付出疼痛关心同情，赐我智慧甲慧力。 赐我智慧甲慧力，各项所行，无论大小，甲阮同在，正阮所做，正阮所做，赐阮慧力，智慧甲慧力，这是一条德国的歌吼，咱来听一解看卖吼。 咱来唱第1节试看卖吼。赐阮智慧甲慧力，无论哪日有啥错误，在我克服惊吓忧愁，赐阮智慧甲慧力。来，第1节过来一解。赐阮智慧甲慧力，无论哪日有啥错误。 在阮克服惊吓忧愁，赐阮智慧甲慧力。第2节，赐阮智慧甲慧力，时刻尽力拥护真理，关心人幼，照顾厝边，赐阮智慧甲慧力。 一首祈祷的歌吼，咱来唱第3节、第4节啦吼，这个用祈祷的心来陪伴咱的心敬拜上帝。赐阮智慧甲慧力，伫阮所点时代情景，付出疼痛关心同情。 赐阮智慧甲慧力，赐阮智慧甲慧力，各项所行无论大小，甲阮同在，正阮所做，赐阮智慧甲慧力。一首真水祈祷的诗，咱来祈祷来陪伴心。 天父上帝，你的百姓已经被办遍，我要伫遮来起祭坛，调起你的面来敬拜你，求你安静阮的心，求圣神伫阮中间来运行，互阮的敬拜真芳的献祭，伫主的面前得到你接纳，也记咧奉你的名来组织伫遮你的百姓，也通过这个敬拜来得到利益，来得到祝福，来得到恩赐。 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
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市，就叫阮逃离黑暗。因为我管你，永远拢是你所来的旨意。再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因对圣神投胎，为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条彼拉多任内受苦，更是伫第4摆葬入阴府，第3日对上中国话，就天三一全能的爸上帝的国面。你要领我来审判我人和世人，我是这信心，我信息，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的社会，肉体高压，永远的hòa平。阿們。請坐。再甲來啟用，聖詩後面啟用文第40篇。啟用文第40篇，三個來交託。我有看到主坐伫寶座，伫真懸的所在。伊的頭頭垂落來，看滿聖地。伫伊的周圍有西拉兵天使徛佇樹後。因彼此呼應。這聲聖哉，聖哉，聖哉！萬軍的統帥上主，伊的陽光充滿全地。門頃因為呼應的聲震動。聖地的滿滿。迄時我講。我有知，我係浪。因為我是喙唇無清氣的人。這聲，我的眼就有看到龍，萬軍的統帥上主。
有一个西来佛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这声。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过去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的确永远伫地。愿所信靠的独一真神，愿伫天的阿爸爸上帝。我要满心感谢你，俄罗你，因为你创造阮，也赏赐阮性命。你也对万民的中间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也为着要救赎阮的罪，你也有差遣你的独生囝来到世间。为着阮定死伫十字架顶，互阮世间人不但袂沉沦，反倒得到永远的活命。主啊，你听阮到安尼，啊求主，你搁一摆，假使阮今仔日在座的众兄弟姊妹，阮会晓来思考，会晓来反省。当阮得到你的恩典满满的时，阮减会晓用感恩心来报答主你，啊是阮若拄着危险、灾害，也是恶担当的代志的时，阮敢会晓亲像早时以色列的百姓，对前面勇敢来对你求讨。主啊，阮知影阮一生伫世间的年日是短短几若10年了尔，若是勇壮会通到80岁、100岁。总是其中所通夸口的，不过是辛苦白疼、忧闷烦恼来定。总是阮做基督徒的，有主你对天理所来的疼甲仰望，阮也确信，阮的报赏是天理，阮将来的确要伫天理甲你相见，享受永远的活命。这是阮对你无穷尽的信仰甲仰望。主，阮感谢你也有劳你。阮即时也要继续为着阮的教会，南门教会伫即个南门的地区设立已经67年久。阮继续阮的前辈信徒，甲历代的兄弟好的脚者，为着主的福音甲圣工来拍拼。啊，今仔日阮伫礼拜中也有要举行新年度新的长老、执事以及各团契的会长。就任式，阮仰望即个新的团队，伫张牧师甲张牧师的带领下面，也有新的意向、新的创新，来引带更较侪的人的灵魂来得到拯救，也互阮的圣工甲福音继续广传伫即个社区。愿阮所要行、所要做的，拢会通荣光主你的圣名。啊，伫礼拜的大圣求主你一摆安静阮的心。互阮亲像鹿翕无溪水一样，爱到你的面前。阮咱祈祷拢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唱团。
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旧约哈该书第2章第20节。哈该书第2章第20节。大汉本1045面旧约。我来读。哈该书第2章20节。迄月24日，耶和华的话第2摆临到哈该讲。你着甲犹大的总督所罗巴伯讲，我要震动地甲天甲地，我要车倒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国的势力，也要车倒战车甲坐车的，马甲马兵拢要倒落去。逐个对伊的兄弟会倒来死。23节，万军的耶和华讲，我的奴仆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就迄日，当迄日，我要调你，耶和华讲伊，我要用你做手指印，因为我捌竞选你，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第2位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第6节，以弗所第1章第3节。新约部分219面吼。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懊恼。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生，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成，无通嫌。第5节。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大生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荣光得到懊恼。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疼的囝赏赐咱的意象。今日讲到张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我要调你。请甲同心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搁一个真水秋天的早起，是你分别最圣的日子。你的百姓，你的囝儿，对四面八方用欢喜感谢、甲恳求的心来聚集伫你的面前，愿用阮的心灵诚实来起祭坛，要献感谢的祭、懊恼的祭、认罪的祭。伫主的面前，愿你即时就悦纳阮的敬拜，是亲像俺合唱团所吟的诗歌，你是恩典满满的上帝，阮着勇敢向前奋进，来就近伫即个恩典的宝座。主，阮是伫时间甲空间的限制下面受造的人。阮的时间真有限，伫世间的年日10000年久就过。伫咱的重阳节，愿来举行对长辈的尊敬。阮逐个人也伫即个机会，咧回顾阮的人生。阮有人已经90几岁、80几岁、70几岁。当阮回顾阮的生命，上帝你恩典的分业满满。虽然一生的年日真侪劳苦忧愁，真侪试炼目屎，若是到今仔日，阮也有法度通伫遮来敬拜，主，这是何等大你恩典的证明。恳求你帮助阮，虽然年老，虽然阮的年日毋是真多，伫世间的日子，求你互阮会晓设立一个真清楚的标杆。就是来回应上帝你神圣的呼召，来活出你呼召阮爱诚侪款式，得到上帝你的欢喜。求你通过今仔日哈该书第4段的信息，互阮搁一摆听见上帝你的呼召，也欢喜用阮的心、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主你这顶好的呼召。阮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即2天我看报纸，咧讲咱
台湾海峡吼，最近较危险吼，有战争的迄个危机啦吼，报纸就去访问遮个台湾的遮个人讲，若战争发生，你敢欢喜来为着台湾来战？70%个人，70%、80%的人讲，伊愿意为着台湾来战吼。第二个问题讲，你敢要做兵？就剩30个、40%尔吼。讲愿意，心灵愿意，总是有付出行动，无付出行动，迄是个另外一回事啦吼。我想咱大家可能拢捌看过这张图啦吼，这张图已经100年的历史啊吼，100年的历史，咱知这是美国上出名咧募兵啦吼，募兵的一个广告 ，I want you for the U.S. Army。因咧讲这叫做 Uncle Sam 吼，迄个山姆大叔对你的呼召。Uncle Sam 是安那拢叫做 Uncle Sam， 我本来唔知影吼，后来才知影吼，迄本来有一个故事啦，这今仔莫讲，因为 Uncle Sam 真正有即个人，总是后来因为 Uncle Sam 的缩写的 US 啦吼 ，Uncle Sam 所以 US want you 吼即个就是1917年当美国加入去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因会派兵去欧洲的战场，总是到底偌侪人会回应？所以就请艺术家对募兵处去画这张图。听讲迄年400万张的这个广告单分出去，号召200万的兵青年人来当兵，来回应国家的需要。因为迄个时阵国家需要你来保护伊的安全，所以这叫做我要调你。今日我的这个有用一语双关的华语啦吼，这叫做我要造你。这张图你可能就看捌看过了吼。我要造你，我造你这个是可能比较年轻的人较有咧讲吼。我造你咱即马咧讲若超前的时阵，美国不晓得会不会来造这个造的意思就是我掩护你，我保护你，你伫我后壁，我做你的靠山，我造你。我会记迄阵做学生的时阵吼，若要考试吼，后壁拢踢着造一下啦，造一下啦。就讲你考完小可囥到后壁咧吼，会通互头看吼，造一下这个就是遮掩、保护，你伫我的这个保护的下面，所以我要造你，也要造你咱拢咧。讲台湾最近口罩这个罩甲口罩同款。台湾因为防疫政策真正确，所以世界各国开始咧抢口罩的时阵，咱口罩足够，唔但互咱2300万的人罩得住，伊嘛送互真侪世界其他的国家，所以咱讲台湾 can help。意思是讲，台湾可以造你啦吼，伫你需要的时阵可以造。我要调你，我要保护你。这两个此造非彼造啦吼。咱讲，我今日要强调，你敢记一句就好。上帝嘛，敢若呼召你，上帝嘛会诚做你的保护，他也要造你。所以咱讲台湾造得住，但是今仔日伫咱。国家真正伫即个选举前后真危险的中间，咱大半的百姓，包括我拢期待讲美国毋通放杀咱真正烧钱的时阵，伊会通来罩住台湾。总是检察咱更较需要就是来挖靠上帝，上帝比美国、比其他国家更罩得住。所以今仔日讲一句话啦，其实讲到遮就听结论啦。伊既然呼召你，今仔咱有真侪。同工、长老、执事、会长，上帝通过正人的选举选票，呼召你出来，唔免惊吓。他既然造你，他也必然造你。所以，其实你注意甲看所有圣经内底，每一届上帝呼召后壁拢有伊的应允，伊唔是干那呼召你尔。咱今日咧讲哈该书，咱为第1章读到第2章4摆，大概上帝对通过哈该对百姓讲。恁着安尼的时阵，后壁拢讲我甲恁伫的，你毋是孤单的。
学概书第2章讲，恁着勇敢，虽然大人笑你讲恁做的是不得不切，是真微小，看亲像无的，总是恁爱勇敢。手的工毋通停落来，因为我的确甲恁相甲伫咧。伊伫咱内壁做咱的靠山，做咱的瓦果。上帝呼召你，伊的确也会来找你。即个演讲事实上真早就超7个月前吼，拄好美国3月17开始封锁国吼。啊，即个Lawrence 即个哈佛的校长，伊后来嘛家己丢啦。伊咧演讲的3月20，足早啊，伊对学生啊伫遐发表一个演讲吼。伊主要有讲到几句话啊，讲无人知影过落去咱会拄到甚物代志。我相信咱今年1月2月时阵开始台湾烦恼武汉肺炎的时，真侪人嘛期待讲，天气若较热，敢会像 SARS 当年2月3月发生，4月5月就无去啊。咱嘛是伫遐咧期待安尼。啊，今年3月20到今仔日，这疫情也未结束。伫迄个时阵，毋知会发生啥物代志，伊的传播能力会偌侪人着病，有偌侪人会死，无人知影。总是咱大家知影，这是一个全球真大的危机。伫每一届危机的时阵，拢咧考验人性。到底你伫即个危机的中间，要表现出来是善良，是上帝互咱真水的迄个人性的可贵的一面，慷慨，也是你会表现出自私、顾家己、顾性命。这咱伫即届武汉肺炎嘛有看到，真侪人真愿意。其实咱即摆咧看疫苗的代志嘛是共款，咱这流感的疫苗，大家抢，大家拢毋茫讲我较早做着。总是我会记得迄阵有人咧发起一个运动，讲我可以，你先打。即种的，当然咱爱负担迄种的危险性，总是伫遐会考虑到搁较侪需要的人。咱是要自私自利，也是表现出一个善良慷慨的本性。即个校长伊讲伫即个复杂、混沌、危机的时刻，伊要求哈佛的毕业生讲：恁毋茫显现出恁上水的品性，互恁有智慧啊，有风度来面对即届危机。后来无偌久了，我看报纸，因为一开始的时阵，美国上严重的东平、纽约甲纽约市，忽然间足侪人得着。医疗系统无法度通来应付遮尔大的需要，病房无够，医护人员搁较无够，特别医护人员因家己本身的防护真少，无够口罩，无够迄个防护衣，伊去接触去帮助遮需要的人，本身爱负担真大的即个危机，所以规个无够的时阵，州长就发出一个呼吁，一个呼召。毋茫已经退休的，全美国你已经退休的，你会通来增加人力的即个运作也袂？所以，请恁搁倒转来参加做伙来对抗这个新冠病毒吼。即张图就当时大家也毋知影戴口罩，这飞机顶即个捷布鲁即间廉价航空，伊讲我免费载这人，若要去纽约支援的。我会通载因去遐来支援即届来解决即届危机。当时有65000个，我伫美国一个教会会友，伊的囝伫Ohio做医生，还未结婚，伊嘛回应即个呼吁。总是伊的老母非常的烦恼，迄个时阵，因为大家毋知影即个病毒到底安那爱防护真无够业，总是有65000个人回应讲，我会通来去。我咧看报纸的时阵，遮有一个 emergency 的即个office， 即个专员伊讲伊大部分咧敲电话咧拜托人倒转来的时阵，大部分的人拢讲是 I will come， 我会回应你的呼召，我会倒转来帮咱尽我一分的一个气力。一个搁较感动的就是，真侪遮已经年老的来到纽约拢写一个切结书，讲真正若无够通用，我若得着。请将遐个设备，从遮个资源去帮助遐个较少年的人。所以这是伫危机的中间的呼召，人性，人要安怎去回应这种的呼召？有时我伫迄个社会生活一段时间了后，我感觉美国的社会
有一种的氛围啦吼，有这种的气氛。就是世界不管各所在，然后发生什么问题，伊若知影有迄个需要，然后迄个呼召出来，民间都有足侪团体开始收集阮物资也是人员也去遐协助。所以亲像阮做的美国教会妇女团结啥，墨西哥所在什么所在咧大水，什么所在咧迄落，然后听见即个需要甲呼吁的时阵，敢若民间都足侪团体都发动起来，咱爱回应即种的呼召。虽然一个人气力可能真细，总是不管是伫非洲的饥荒倒位上，一日到晚咱看见迄个社会就定定拢对呼召有所回应。所以有人咧讲一句话，我也不只同意即个讲法，就是讲美国是一个有宗教灵魂的国家啦。迄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信仰非常占真重要。因对上帝信仰表现伫即个世间，咱要安怎回应上帝，互咱伫即个时阵的使命？当听见呼召、听见需要的时阵，咱要安怎来做适当的回应？所以社会上普遍，我相信即个是伫美国建国以来，即个国父所建立上信仰的观念。当上帝通过一寡声音咧呼叫你的时阵，你莫点点，你爱有回应的观念。所以今仔日，如果你伫教会做基督徒较久，你注意甲看，圣经咱的信仰上基本的架构，就是上帝呼召甲人的回应。上帝不三时拢在呼召，人要安怎回应？伫时代就看迄个时代安怎去回应。伊伫小先知的时代呼召，总是迄个时代百姓无任何的回应的时阵，迄个假时就来。所以规本的圣经拢是呼召甲回应即种的互动所建立起来。比如讲，咱为创世纪第3章第9，当亚当甲夏娃犯罪了后，伊就开始咧找人啊。上帝主动开始呼召去找迄个失败的人，讲你伫倒落。亚当甲夏娃知影讲，我已经得罪上帝，我做迄个无应该做的代志，我惊上帝迄个公义圣洁。我无迄个面子通好见伊，我要道歉伊若甲我追究迄个责任的时阵，我徛袂牢，所以就走入去。所以伊伫咧找遐个，亲像你甲我，咱即种的人，咱因为罪惊面对上帝啦。伊咧找亚伯兰，伊甲呼召讲：你毋通阁伫即个所在，即个拜偶像的族群，你爱出来分别做圣，去到我指示你去的所在。我要伫迄个所在甲你立约，你要归属伫我，我会要祝福你甲你的百姓。伊咧呼召摩西，你来，我找你去，将百姓带出迄个做奴才的地。你敢捌想过上帝能力，敢无都通家己互以色列百姓脱离法老的掌握？无你上帝家己无做这样代志，伊呼召人来甲伊同工。今仔伊呼召教会甲伊同工，伫即个罪恶的世界来做，拯救人脱离罪恶，还迄个永远沉沦迄个结局的即个使命，互现代教会。你来甲我同工，你来甲我同工，咱做伙互世间人知影上帝听咱，伊无爱咱，因为罪甲伊关系断绝。上帝嘛呼召大笔，讲你莫阁过羊，你为羊牵出来，你来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上帝今日通过咱们教会兄弟姊妹选举，咱选出咱家己长老甲执事，用咱的选票呼召人讲，你来牧养上帝百姓。伊呼召咱，伊呼召以赛亚，伊呼召亚利米。以赛亚讲我是喙唇无清气，踮伫喙唇无清气的人的中间，你敢要用我？上帝伫遐来圣洁，来互伊用火炭来污伊的喙唇，来圣洁伊，然后讲我要找你。亚利米虽然会虽讲我知识不足，我年龄还阁真幼稚，我讲哪有人要听？上帝讲你还未出母胎，我就捌你，我要分别你做啥，你毋免惊，我会照你。伊竞选以赛亚。竞选亚利米来传递信息。今仔伊竞选一个政治的领袖，叫做所罗巴伯，我要调你。
我要调你来成就我的旨意。上帝咧竞选甲呼召，毋是干那伫旧约尔。到新约的时阵，耶稣嘛安尼讲：来缀我，来缀我。毋是干那伫迄个时代对迄12个学生来敬来做归属伫伊，今仔日嘛敬你敬我来归属伊。伊讲若有人要缀我，就举家己的十字架。伊讲毋是恁咧敬我，是我提升用恩典，互你伫一个机会来明白，来知影上帝咧呼召。我要设立你来做我的囝儿，来做我的路用车用。耶稣伫遐呼召，伫遐来竞选。今仔咱要进入哈该第4段的信息，我已经讲几遍甲哈该真短。伊前后敢若讲3个月，伊第1段的信息是6月讲的。今仔日第4段的信息是甲咱顶届讲台咧讲，即个物件做成，共一天9月24。伊讲第4段的信息是针对个人，伊毋是针对团体。又当时才受了，佫倒转来，咱知影有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伊当时已经互波斯帝国甲伊任命讲，你要倒转去恁的故乡无要紧，你伫遐做代表波斯做总督所以已经是一个政治的领袖你伫迄个所在要起圣殿，所罗巴伯是一个真重要的领导者。这段信息是伊互所罗巴伯个人的信息。咱来看这段信息，头前迄几个圣经拢是互伊的应允吼。伊甲哈该讲，你去甲所罗巴伯甲伊讲，我要震动天甲地。将来有一天，虽然恁今仔即个民族真衰，人真软弱，总是我要车倒列国的宝座，我要杜灭列邦国的势力。遐个靠战车、坐车的、靠马甲马兵的，拢会倒去。大家要对伊的兄弟会倒来死。帝国兴起，帝国衰落。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你是撒拉提的囝所罗巴伯，我有调你我要用你做我的手指印我捌竞选你，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所罗巴伯，我想若毋是圣经真熟的人，大概无啥会去注意到即个人啦吼。伊毋是一个真出色的人，伫圣经内底出现也毋是真侪。为什么伊互即段信息？后来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看下我会讲。伊是迄个南国犹大伫主前587年，伫要灭国以前一个倒数第2位叫耶哥尼亚的孙吼。咱知影伊是撒拉提的囝，所以耶哥尼亚是撒拉提，撒拉提是所罗巴伯。主要南国犹大国王的王位的血统拢是大别的后裔吼，大别的后裔主要是要讲这。所以咱讲所罗巴伯为什么遮重要？咱对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咱较毋捌伫讲台分享，咱拢知影亚伯拉罕之约啦吼摩西之约10条诫等等，所以大别的约咱较少人知影。大别的约安那产生的？就是大别，咱知伊是一个英雄，一个真强的领导者。伊甲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时阵，真强的。然后伊想讲，我袂当家己带伫王宫内底，互上帝殿荒废。伊要甲上帝起圣殿，所以上帝无同意啦吼。所以咱会参与伫起圣殿的工课，毋是讲你要参与就会使，随上嘛都爱上帝同意啦吼。上帝是安那无同，因为大别是一个战士，伊的手握真侪流人的血不管是对敌，还是伊的政治，还是甚物，伊的手伊杀死真侪人。所以上帝讲，你为着我的殿来准备材料就好，你袂当来为我起圣殿。所以上帝真欢喜大别即种尊主最大、尊上帝最大的心，所以就甲伊立约。这个大别之约，伫撒母耳记下卷7章80到16节，我简单来看这大别之约的内容吼。伊讲我要设立你所出的户的，伊甲大别讲，后来就是所罗门嘛，所罗门一直落去在南国犹大这君王，我要坚固你伊的国。这个人将来你的后代要为着我的名起殿，后代包括所罗门，
嘛包括今仔日咱讲的所罗巴伯，为着上帝名来起圣殿。然后我要坚固伊的国位到永远，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总是伊若犯罪，我要用人的管，用外部势力来管教，世间人的边来督责你。总是搁较互督责，外部势力搁较强，你也会记得我的阻碍，无要离开你，我袂离开你。虽然你看会真，但话较粗俗讲真落水，还是讲真卑贱的时阵，我的阻碍无离开你。我以前捌离开所罗的家，就是我气杀伫你面前的所罗互上帝气杀，这种代表的家，你的家甲你的国要永远建立伫你的面前，你的国位也要坚固到永远。代表为什么伫耶稣的家谱内底一直咧强调伊是代表的后裔，就是伊的国要建立到永远。所以所罗巴伯是一个演说代表的一个真重要的人物，因为一段时间，迄代表的上帝敢若已经甲伊气杀，伊通过巴比伦来教示这以色列百姓，教示代表的后裔，把迄个手指甲伊拔起来。但今仔日我要通过所罗巴伯，搁一届用你做手指印。所以咱看见到犹大王国了后，所罗门圣殿受拆毁，这个代表的后代拢互掠去巴比伦。上帝敢若袂记代笔之约，总是伊袂记。咱今日为哈该书第2章看见伊搁一届呼召代表的互所罗巴伯用手指盖印，所以咱咧读新约的耶稣的家谱，耶稣的家谱记载伫马太甲路加，你若注意甲看，迄个耶稣的家谱拢摕着所罗巴伯。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是为亚伯拉罕伊的。上台亚伯拉罕开始算到亚哥尼亚是撒拉提，撒拉提是所罗巴伯，迄是耶稣的族谱内底。所以路加的福音是用约瑟往上推后来所罗巴伯生一个囝叫利撒，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囝，所罗巴伯是撒拉提的囝。这真重要的大卫之约，上帝的大卫之约没有断绝。总是讲伊甲所罗巴伯讲。当迄日我要调你，我今日搁重新呼调你，我经你用你做手指印，因为我竞选代笔竞选代笔的后裔。Will make you as a sign 就是咱知影你签名就代表你受惯在美国无咧用印拢用签名较早期有这手指印手指印是一个权柄。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身份的代表，所以咱会通看见，这个当法老看见约瑟遮尔有才调的时，伊马上烫伊的手指，王这个法老的印来挂伫约瑟，看到这个囡仔，你代表我，你就是我最高的代表，来挂伫，互全埃及地人知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看到约瑟，就等于看见法老共一样。伊互伊即种的权柄。后来你若看新约圣经是身份的恢复。咱看路加放荡主的故事。当这放荡主转来了，一个真重要的动作。这放荡主讲：我无资格做囝啦，我做奴仆就好，我做一个炊烟长工就好。总是老爸对遐个奴仆讲：上好的三兄来，佫一个真重要，家己挂手指。因为伊是我的囝，煞家己称为，伊毋是一个躺只骹做奴隶的人，伊是我的囝，我恢复伊的身份，家己挂手指。他怎讲？代笔之约有一段时间，上帝甲伊的手指印甲伊拔落来。这个记载伫什么所在？伫耶利米书。耶利米书22章24到27节。迄个时阵，南国犹大也未灭国。也未灭国的时阵，上帝通过耶利米来甲这个领导者，犹大的领导者甲伊讲，耶和华上帝安尼讲，我指我的永话来咒诅。虽然犹大王约雅敬的囝哥尼亚，就是耶哥尼亚就是咱讲这个所罗巴伯的阿公啦是我正手烫印的手指，
总是也要甲你绑起来。我要将你交予孝顺你的性命的人的手，我要赶你出甲生你的老母到别国，毋是你出世的所在，我要赶你去到巴比伦，你要死伫迄个所在。总是恁的心虽然真爱倒转来耶路撒冷，总是袂得通转去。后来到伫所罗巴伯迄代，因才倒转来。所以上帝有甲大卫的约迄手指甲绑起来。但今仔日伫哈该书，伊讲，过一届，我要甲你挂手指去。所以咱伫哈该书4段内底，咱看见遮个人倒转来老弱残兵耶路撒冷百会居带薪大家笑伊讲，我看恁遮个人做遐工课是不值得一谈，看亲像无。总是后来所罗巴伯以及后来世代到伫亚述时代，第二圣殿起到非常的水。后来第二圣殿今仔日虽然也倒坏去，总是大卫的约伫耶稣基督已经刷到伫咱今仔日的内底。所以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妇人人讲：你毋免搁等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时要到，后来恁就用恁的心灵甲诚实，通过耶稣基督。就是诚做恁的圣殿，伫任何的所在，恁拢会通伫遐来敬拜上帝。伊讲我要顶动天甲地，我要车倒列国的宝座。咱看以色列到即阵嘛是还阁真衰弱，总是上帝的应允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咱看见这2500年来，偌侪帝国、偌侪君王、偌侪战争、偌侪军事的强权，今日咱看见中国的军事强权。上帝只毋知影咱看见这个帝国是兴起佮衰败，总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成就，用耶稣基督做你甲我的圣殿，伊为着世间人来赎罪，互人甲上帝通佮和好，伊的国话，互人有一个永远活的愿望，这是惊天动地，是超到列邦列国的。所以你会记得当耶稣伫十字架顶。伫迄个所在，伫要死的时阵，真侪人支持讲你毋是捌讲3日你要起上帝圣殿，因用有形圣殿的物质的圣殿来了解耶稣讲即句的意思，是迄个圣殿已经毁坏啊。总是耶稣基督3天对死过活了后，互咱诚做通过伊就会通直达天庭，会通通过耶稣基督，逐所在拢是咱的圣殿，逐所在咱拢通敬拜上帝。这个代志已经伫耶稣基督的身份得到应验，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迄个应允毋是干有所罗巴伯，今仔迄个应允互你甲我。以弗所书第1章第3到第5节是咱第2段的圣经。我希望你若有机会转去读以弗所书第1章第3到第5节吼。伊讲保罗甲以弗所教的兄弟姊妹讲，上帝捌伫基督赏赐咱各种属于灵的福气吼，属灵的福气。我的功课，咱的功课就是你等于查看卖，到底伫以弗所书吼第1章有多少属灵的福气，有偌侪属于灵的福气。第一个就是伊伫基督内底有经历，毋是你比别人较好。伫伊创造世界的台先，我们所不了解迄个奥秘，伊精选你甲我诚做伊的囝儿，然后互咱就是呼召咱来伫伊的面前，亲像亚伯拉罕诚诚，甲伊有立约的关系，无通嫌，照伊的旨意所欢喜，去到上帝指示咱去的所在，用疼痛大声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咱今日做囝，做迄个囝的身份，我手指来属伊，来归属伊。今日你的手指伫什么所在？你若读到到尾，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5节，今仔日陪伴咱得到做囝灵魂的，就是上帝。上帝用伊的圣灵，用伊的圣神做定，做手指印来互你甲我。今仔日咱有圣灵跟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就是伊互咱的手指印。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是最后一段哈该书真短，4段信息，我们来复习一下，然后是不是咱会当回应这哈该？上帝通过哈该对你甲我讲的话。
咱讲我后摆退休以后有时间，我要做这，我要做迄。关心上帝的事，时间还袂到。什么时阵你才要来过一个互上帝欢喜、合伫咱受呼召身份的生活？是毋是咱会通对上帝讲，是伫学界的信息中间，我愿意献家己的身躯做者，我要成为活祭。我毋是讲礼拜日做基督徒，我逐工活的性的，我要过一个上帝所欢喜的生活。上帝讲，虽然你只是咧做这个代志，啊，你伫社会地位，人也无甲你看真重，看亲像无。到迄个做事工，效果敢若真少。要上帝讲，我的确甲你相隔伫咧，你都爱光强壮胆。伫你即摆爱做的代志，咱莫停咱手应该做的工作。当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拄着真侪代志，我相信保罗嘛怀疑我安尼批命到底有啥物效果？到底偌侪人信主？到底有迄落啊？逐所在互人用石头钉，互人赶，互人骗上。总是保罗有迄种的信心。伊讲，不管我今仔拄着生，还是我会拄着死，不管我伫善车夭夭的中间、富足的中间，我相信这样代志，上帝听袂隔绝。他造我，他必要造我。所以第三讲，即个面会诚做成的。今仔日咱敢若小可要毋茫诚成的生活，是应该伫耶稣基督内底来生活，是甲伊的性命结连。毋是小可来参加一个聚会，小可祈祷一个奉献一个，安尼我就诚做成。无啦，咱需要伫耶稣基督内底甲伊性命结连。总是你爱真注意，迄个罪恶的污染力很大，一时也目着，你就是目着啊，就是。所以对啊，即个四段的信息，咱的回答是讲，主啊，我的性命随时准备妥当，你若要用我若会通来成就你的旨意，我欢喜你采用。虽然拄着代志、做代志的时阵，真侪阻碍，总是我信心充满。你甲我相合伫咧，我要伫耶稣基督内底活出圣洁的生活。上帝呼召我，我要回应。彼得有3摆，耶稣甲伊问讲：你有听我？伊就有问，饲我的羊啊！今仔日咱诚做一个属灵的家庭，坐伫你边仔的兄弟姊妹，就是你爱牧养的羊群。就是你爱去关心的对象，伊呼召咱来互相照顾，来伫行天路的观点有更大的困难。所以回到原来迄句话，你今日甲记一句，用华语来记。他既然造我，他也必然造我。所以咱看见约书亚，伊接摩西这个强人的领导位置，真惊吓。上帝甲伊讲，你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位去，你的上帝罩着你，啊，甲你相合伫咧。也入你讲我是囡仔，上帝讲你毋通讲我是囡仔，你毋通讲我这也袂晓，迄也袂晓，我无时间。我叫找你去，你去；我叫吩咐你，你讲。无得惊因为我甲你伫咧。上帝罩你，也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咱今仔即个金句，咱就用咱今仔的身份是上帝囝儿的身份来肯定咱。上帝圣神伫咱的心内做手指引，咱是属于伊的，伊调你，伊也的确保守你。来，咱读一解看卖吼。依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的，用仁爱提升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到做囝来归入伊，互伊的恩典的阳光得到学乐。这个恩典就是伊伫所听的囝赏赐咱的。有所1章50到6节，上帝伫耶稣基督内底呼召你来归属伊，也咱是伊的囝儿，咱听见呼召就活出囝儿的款式，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呼召阮是何等受恩的囝儿，也恳求你通过你对所罗巴伯的呼召，互阮确实，虽然阮真袂堪你。虽然阮能力真有限，虽然阮也定定受罪恶来颠盘捆绑，若是你无放杀阮，你甲阮相合伫咧，你用阮做你的手指引，你讲你要甲阮相合伫咧，求你就帮助阮，我靠你的应允来较赢即个世间互阮的试炼。基督靠耶稣的名来求，
阿门。啊，那么这个回应诗唱了的时，有要进行这个收集甲就任誓约吼。啊，咱咧唱诗的是请今仔日啊有要就任的4位长老、5位执事甲12位会长吼，拢总一摆就出列吼，咱要一摆就任嘛咧吼。所以咧唱回应诗，请首部第7面这个顶头名单的人，请主动来到头前吼。咱即来吟诗圣诗561首，561首。接触头一排吼，对了，请要就任的人，请来头前。会长请坐。上帝呼召，敢若这个中就无啥听会款的。呼召就爱赶紧撞来头前啦吼，请咱赶紧来头前。长老吼啊，分可能所在关，咱啊长老头前啊，执事团结会长伫后壁吼。兄弟姊妹，请咱来用启用方式吼，来读这个启用文吼。我读一句，请咱大家来回应，包括上任的人吼。文字有分别，上一个，侍奉上帝这份有分别。上帝通过无相像的人以及各种的积分来做工。咱逐人对圣神领受恩赐，咱合作是基督的身躯。做伙，虽然咱有无相像的恩赐，总是各外的基督，带咱同齐将士好好的积分。咱的工作甲基督，互伊的教会有路用伫即个世界，互人无分男女进入信仰，到最后无一个骹头无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是主，来归荣光俾上帝。伫咱共同的侍奉，有的特别受拣选做牧师，有的做治理的长老，有的做执事，有的做同工。伫就任受职的典礼，咱承认这个特别的积分，同时也会记得咱的主耶稣所讲：恁中间爱做大的，要做恁的妻用；恁中间爱做头的，要做正人的奴仆。来，请就任者来读下面这句。请咱来记得上帝对咱的提醒。亲爱的弟兄们，咱今日伫这个所在要举行咱用咱的选票所呼调出来的长老执事甲正团结同工，伫这个所在来设立
来上任来受职福音。所以请长老、执事以及正团契同工，请恁回答我即时所要问的这个问题。你即时要领受长老、执事以及各团契同工的职分，你有确信即个是上帝调明也无？有。恁要领受即个职分，恁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遵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分。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有。兄弟姊妹，请咱来誓约坐咧就好，咱的会友的誓约。恁即时已经有敬这个长老、执事以及团契会长来担任侍奉教会服侍上帝工。正兄弟姊妹，恁有欢喜来接纳因也无？有。因替恁办理教会的事，恁着敬重因、疼痛因，时常替因祈祷。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有。搁落去真重要，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如果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过抱摇，志界荒废教会大局、上帝名声。恁有约要安尼行也无？有。兄弟姊妹，我即时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同会小会关闭，设立恁来做台北南门教会同会长老、执事以及各团契的同工会长以及同工，煞通知互正会友知影，即个职分即时已经照规矩交代互恁，当恁受设立做这个职分，协助牧师协助长老执事来侍奉上帝，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请咱做伙同心为着因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民主的制度下面，伫上帝圣神运行的感动下，互阮捌召开同工的和会召开即个团契会，然后阮用阮的选票来呼召出上帝你要用的罗卜甲鲁比。主，阮看见这同工徛伫你的面前，阮承认，阮亲像亚利米，亲像约书亚，阮的心惊吓软弱，也知影家己非常的不足。若是阮有一份愿意的心，愿意互上帝你来呼召，愿意来回应这个呼召，尽力互阮的恩赐，尽力互阮的能力，来互阮所受交代的工做得更较完全，利益伫教会，利益伫基督的肢体，也更较会通荣光上帝的名。以后南门教会团队的侍奉，对牧师、小会办公室以及各团契，愿上帝你施恩祝福，互阮的工真正有路用，伫即个社区，伫即个世界，求你听阮的祈祷，引出阮头前的道路。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们。咱小活后壁，互大家来看一下。今仔日咱有几位即个长老执事即个真光长老大家拢有熟悉啦大家拢有熟悉安尼较满意着今仔日上任长老的请举手，有3位长老举手上一层拜托，大家较有看见咱头早誓约要替因祈祷所以你爱办咱的长老。今仔上任执事的请举手。4位执事拢咱有迄个真少年的执事然后今仔各团契为少年团契、夫妇团契、磐石团契、基石团契，个青年团契有无？青年团契正好，少年团契。朱立楼，咱真欢喜有这个同工来上任。个圣歌队圣歌队徛遐，妇女团契，是嘞。甲圣歌队圣歌队队长
队长。希望咱大家来参与这团结吼，甲因 support， 甲因支持吼。咱用泡泡来甲因接啦，请恁回座，谢谢。好，请咱回座吼。这是来举行奉献赖寿仁执事甲李明新执事。时歌，请咱起立。我咧报告的时，要顺续请这个今年重阳节吼，下礼面咱顺续要伫这个所在分吼，所以等下一开始分的是咱年满70岁人，请你举手吼，互伊知影吼，满70岁，39年厝几月几号？10月24进前啊，9月9号进前。10月份就使吼，那无要紧，咱39年是10月份以前咱分的时吼，欢迎今仔日咱即摆开始分无要紧吼，咱即个年满70岁哈，这有一份礼物吼。第二点咱今仔日已经有举行这个中级甲东港的就任吼，煞接等下随伫6楼有这个中级会吼，中级会。第三，今仔日也是咱教会的宣教基金的奉献主日。好，我想等看一下报告啦吼。现在吼，举手就好，唔免讲话吼。咱举手就好，唔免讲话，唔免开讲，唔通私下开讲。举手就好，举手就好。好来，咱宣教基金的，咱今仔日是嘛是这个，咱有这个信封伫这个所在吼。宣教基金的奉献出去，这个咱的宣教基金为着什么奉献，拢写伫后壁，请咱家己看吼。咱若今仔日无准备人，后礼拜会使。这个宣教基金是唯一，咱为着家己的教会奉献，敢若这个尔吼，这个知名的这个宣教基金吼。第4点，等下这个张牧师的报告吼。咱也真感谢咱这个牧师馆甲这个1楼对面办公室咧，这边装潢吼，用真侪钱用真侪时间吼。咱特别感谢这个咱的双联团契甲这个妇女团契有各奉献转来互教会吼，50万吼，50万拢100万吼，这两个团契吼。无钱就找老母啊啦，因为今年咱最近这个财务较严吼，就找老母就摕出来啊吼。
第六后礼拜11月初1礼拜日第2场礼拜有咱将牧师、教育牧师的就任吼，这个也是真慎重，就是台北中会特会有派来要来主持吼，伫礼拜中要举行将牧师、教育牧师的就任。啊，第7，这个秋季的旅游吼，请咱家己来看。啊，11月初7后，这个全教会性的明年曙光的研讨会，啊，请咱来准备吼。啊，我特别来报告这个团契消息，妇女团契。妇女团契，咱真恭喜这个咱本堂吼，这个王丽清吼，王丽清执事吼，王丽清执事伫坐伫后壁，咱徛开者，吼，伊是冻酸好，冻酸咱台北中会的这个妇女曙光部的部长吼，这是100间教会选出来吼，所以咱代表咱教会出任这个台北中会真重要的这妇女曙光部的部长吼，真重要。啊，咱这个陈秀玲姐吼，陈秀玲姐有担任东区的会计吼，做恰济。啊，咱这个张牧师也有互中会派做妇女曙光部的辅导的牧师，多谢。啊，妇团契11月14的这个旅游，请咱家己看吼。好，咱即摆请这个张牧师来补充。啊，我毋知咱头先中央节礼面。你若无领，我来替你领啦。70岁我是种嘛讲，今仔日会人领着安尼。你若无，我来替你领。无领着，请你较领甲咱的执事讨啦吼。这个也是一个真迄个公营的代志吼。啊，我最后要报告的就是，真感谢即届倒转来了咱教会牧师馆吼。啊，这咱啊小可具体就是简单义牧师吼啊。过身啊，已经壮实了吼，伊真久无来，可能真侪人无像啊，交甲执事已经出院吼，咱为着伊代祷吼。啊，即届咱办公室啊，甲即个整修完成，啊，今仔日咱开放啦吼，所以礼拜煞了后，请你啊去办公室啊看卖，我若准备糖仔咧吼，请你糖仔饼家己摕，啊，然后啊去2楼吼，去2楼牧师馆，真侪人可能足久毋捌去啊，是毋捌去过吼。啊，毋免脱话啦吼，毋过爱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对一寡坐轮椅可能较无方便，所以我大概小可互咱看一下吼。今日咱的办公室啊，大概整修做安尼吼。这个我咧看这个门廊啦吼，大概安尼真方便。办公室即马较简单入去吼，所以你有代志无代志，请你拢入来细细的啦吼，入来细细的。啊，咱中这个是咱新的这个小型的会议室、祈祷室，拢会通用，差不多坐到12个人啦吼。所以个团契也是讲啊，恁啊要伫遐开讲，我那拢欢迎，若无人咧用啦吼。啊，欢迎恁伫咧说啊，这是咱的便所吼，做甲真新潮、真好势。啊，干事的这个办公的所在吼，所以请咱入去看卖者吼，入去看卖者。啊，当然。今仔日是为着翕相，所以整理了有较清气啦吼。啊，后摆去看可能有较迄落吼。昨思涵甲陈干事吼，舞到8、9点，我要整理较清楚吼。啊，这个是我的办公室吼，这个是我的办公室伫左边遐，啊，这是张牧师的办公室吼，拢伫1楼，吼，这个是牧师的办公室所在，所以欢迎咱啊伫这个所在大家来讲话吼。啊，因为2楼有一寡人较无方便通去哩吼。所以也互大家小看一下。啊，你若要看现场，肯定会通去哩啦吼。我第一场甲讲今仔日免费吼，后摆要去我要卖门票吼。啊，所以免退话吼。啊，这是客厅大概这个情形。啊，多谢四牧师留一个这个按摩椅，互我享受安尼吼。这客厅大概看是安尼。啊，遮一个卧榻，啊，遮个毋知影哪。有个人拢甲想讲，啊，牧师了无顺利赶出来，就是困遮啦。感谢主，甲即阵了无向赶出来啦吼。哦，啊，为这边看是大概是安尼吼，啊，这灶骹这是餐厅啦吼，这是楼顶吼，这灶骹的所在，啊，这是主卧房边仔，才有一间便所吼，这是主卧房，啊，才有一间客房，啊，这个嘛是四牧师留的啦吼，运动器材迄个吼，啊，这是客房吼。啊，所以恁阿某若冤家要来遮避难，即间会通互恁用啦吼，互恁来用一下。啊，佫有一间书房，吼，所以
牧师馆有3间房吼，有3间房。这是浴室边仔P3后面的阳台吼，后面阳台，所以是伫遐办公室边仔去。欢迎咱大家今仔日有机会通好去参观看卖吼。真多谢教会用真侪钱，真侪同工，真付出用一个备办一个真舒适的所在，互阮徛起，互阮伫遐办公。毋忙即个教会，这是咱大家的吼，欢迎咱大家有机会来参观吼，来看一下。我嘛甲一个会友讲，即摆去看毋免摕礼来，后回要来找牧师来摕礼啊。这是开玩笑的，请你们人摕礼来吼，我甲2个人足歹处理的吼。我趁即个机会来介绍，今仔日伫咱中间我有资料的几个贵宾吼，拢为美国倒来啦吼。咱特别来介绍先为较远，我第一届去美国侍奉的免手来教会以前尤正明医师甲王明玲吼，因本来因是属于中山教会。有医师，伊是即个麻醉科医生，总是参加美国一个 Operation Smile， 就是兔唇的迄个去帮助落后国家一寡兔唇的囡仔安尼整伊有一寡迄个经验，伊甲我讲伊即摆较侪时间会住伫台湾，有机会咱请伊来分享有医师吼，甲明玲吼介绍苏米也是阮伫即个免取啦教会的姊妹吼即摆归于回流的很多啦吼，伊嘛才较接转来伫台湾啦吼，会住伫台湾即个所在吼。咱来介绍我后来侍奉的教会陈建文长老夫妇吼，伊是阮小会书记甲长老娘前转来选举了后，全调伫遮，全袂当转去吼。建文长老是丹南州牧师的小弟吼，拢住伫台南，今仔日即届起来，阮遮为美国转来拜日要组织吼，大家有一个会，真欢迎。咱来介绍咱的老前辈蔡连理长老甲高智慧老师，因为旧金山转来吼，伊是中山教会足久的。蔡连理长老因伫旧金山住足久的，高智慧以前伫大神有教吼，有教课，伊讲已经转来9年啊吼，即马我住伫台湾吼，足欢迎因今仔日参加咱的礼拜。毋知抑阁有我无介绍的，需要我介绍的无？继续，请你迄个顺中呀，血瓶无转来，血瓶敢有转来？敢若惊赛倒转来，伫Dallas吼 ，Texas Dallas， 欢迎，沙楼，曾，什么人？顺传哦，顺传啦，徛起来自首，敢有？那也阿友了，阿友来啊！赵爷哦，顺传我都捌你哈。我嘛咱大家看下老咧吼，大家做伙伫遐来交陪吼，多谢咱今日都要用平安的啊吼。上映的402首，音效请张老师来作对。
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因带祝福，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